最近黃金市場真係好火爆啊！金價強勢突破每盎司$3000，直接刷新咗紀錄新高。喺呢波漲勢入面，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同埋麥格里集團呢啲華爾街大佬，真係堪稱堅定嘅多頭代表，一路都力挺黃金。依家全球經濟形勢好似被烏雲籠罩住咁，可係佢哋反而覺得有好多理由繼續睇好黃金。呢背後到底有咩玄機呢？時間返到2022年末，黃金就好似開啟咗瘋狂暴走模式咁，各國央行開啟咗瘋狂掃貨模式，再加上中國掀起嘅淘金熱，喺雙重助力之下，短短2年幾，金價直接差唔多翻咗1倍。特朗普嘅貿易議程搞到經濟局勢亂成一鍋粥。上午，金價借住呢波混亂，一舉衝破每盎司$3000嘅重要關口。面對呢個局面，唔少分析師都紛紛調高咗金價目標。麥格里大宗商品策略主管 Marcus Garvey 表示：我哋依然認為黃金後續可能會有相當可觀嘅上漲空間。就喺上週，佢將黃金目標價從$3000上調到咗$3500。仲直言：我真係睇唔出呢輪漲勢有狂熱或者過度嘅跡象。花旗集團分析師 Gus Layton 也指出，對經濟放緩嘅擔憂可能會促使美國家庭通過購買黃金 ETF 嚟分散投資風險。佢話呢個可係推動金價進一步上漲嘅強大動力。佢仲提到，過去12、18個月，央行買咗大量黃金，有證據表明高淨值人士都喺買入，用嚟對沖股票同美國經濟增速下滑嘅風險。雖然話經濟長期低迷嘅時候，黃金往往會漲，可係分析師們都冇忘記俾大家潑冷水，提個醒：如果股市突然大幅下跌，短期內黃金都要跟住遭殃，因為投資者好可能會賣掉手裏盈利嘅黃金頭寸，去填補其他市場嘅窟窿。畢竟要先顧好自己嘅錢袋子。道明證券大宗商品策略全球主管 Bob Meli 就表示，有時候市場會亂成一團，好似2008、2009年仲有疫情期間，當市場避險情緒極端爆發，黃金同其他資產一樣會被狠狠砸盤。美國銀行金屬研究主管 Michael Wittmer 都覺得，隨住投資者獲利了結，短期內金價會震盪，但係長期嚟睇，佢依然預計金價會漲到$3500。不過麥格里嘅 Garvey 指出，債務同赤字不斷攀升，令一啲投資者開始擔憂發達經濟體國債嘅信用風險，呢個先促使部分資金流向黃金。總嘅嚟講，當前經濟形勢好複雜，黃金走勢好受關注，投資者們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一唔小心可能就踩行或者錯過暴富機會啦。